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吟诗，信诗124首，请问你兼知？请问你兼知？太祖德甲心同在，上主嘉义做万有，白小创新世界，基督做工也无着。基督应做主，主听好定情，道家就地点人间，奇妙听通观千秋，上主救赎阮无限，世界光辉照宇宙，基督应做主，咱着来祈求，诚心客气袂捌停，生命换水上长流，天地异彩显光耀，创世成长当万有，基督应做主。咱昨通过先知以西结书第22章，看见上帝讲起着耶路撒冷的预言，包括耶路撒冷的污秽败坏，甲上帝要用连云来将这祭带除去，以及伫耶路撒冷城内对悬到底、到上悬到上低、对内到悬，拢腐败，所以上帝的确要来毁灭，要来审判，也要来管教。今日咱要继续来看23章。23章，上帝用两个淫妇的比喻，是一对姊妹仔，因的背景甲身份伫第1节到第4节，然后讲到大姐的淫乱，甲伊的结后果，以及小妹比伊的大姐搁较严重的淫乱，甲伊的结局。然后上帝爱先知以西结来审判审问因，就是来审问以色列人甲犹大人。然后上帝要用其他国家的手来审判伊，因为外邦人的国家比上帝的这个子民搁较公正甲公义。咱来看今日的经节23章第1节，上主对我讲：恁主啊，以前有一对姊妹是共老母生的，因住伫埃及少年的时就做妓女，在泄女的时就互人摸因的奶，生因的身躯。大姊叫做阿荷拉，就是撒玛利亚；小妹叫做阿荷里巴，就是耶路撒冷。我要带因两姊妹，伊拢替我生囡仔。上帝讲故事，这个故事甲咱读过16章，也是以西结书上长的这章，有讲起共款两个这个淫乱的姊妹，然后佫讲第19章用这个师母甲所生的这个师仔孝壮起来以后，安怎来败坏。总是上帝讲起，因是对埃及地，就是出埃及的时，因就伫埃及来背个上帝。但是上帝毋那是收留因即个姊妹仔，甚至上帝搁带因甲因生囡仔，就是上帝甲人，然后来利用，互人会当一代一代拢来传承上帝的祝福。即个阿荷拉就是伊的即个原文的名意思，就是伊的长房，伊的长病，小代表北国以色列。妹妹叫做阿荷里巴，伊的意思是我踮伫伊的长病的内面，是代表南国，是耶路撒冷。
这个长病代表人的身躯，是接待上帝所在，上帝徛起的所在。但是阿姊煞用这个身躯来接待偶像，无接待上帝做基路。小妹也是共款，甚至伫内面来亵渎上帝，来互上帝应邀来离开。这也是咱伫以西结书所看见的这个先知看见上帝应邀来离开，因为上帝等上帝长病去互人来亵渎，然后互人来误会。咱继续来看第5节，阿荷拉嫁我了后，继续做妓女，伊未乱伊爱人阿述，因亲信拿色的衫的领袖甲军官，拢是骑马的战士，英俊的少年人。伊甲遮的阿述人中间飘撇的少年人行吟，拜因的偶像来拍拉三家己。伊无离开对埃及时就有的淫乱，伊伫少年的时就互人甲伊困。伫在世女的时，就互人蒙伊的脸，人甲伊当作放纵情欲的对象，所以我将伊交伫乱无爱人阿述的手中，因甲伊烫光光，掠伊的囝儿，个因倒甲伊杀死，伊受的刑罚，互伊伫妇人人的中间留臭名。这段第5节开始讲到北国以色列因的淫乱败坏，是对着埃及出埃及时阵就开始，然后到伫王国分裂了后，犹原是安尼。所以上帝伫主前722年，也是以西结写这个写著作的130年前啊，这个历史的故事已经超过100年，就是因所留落来拢是遮悲惨的臭名，所留落来拢是袂当无光彩的见证，是值得人应该爱受敬戒、受教示的。第11节，伊的小妹阿荷里巴虽然有看到遮个代志，却比伊的大姊阿荷拉搁较对落，搁较淫乱。伊嘛袂乱阿述人，因亲全副军装的领袖甲军官，拢是骑马的战士，英俊的少年人。我看见伊对落拍拉山家己，因姊妹行共条路。这嘛讲到南国的犹大，甚至伫南北两国，因在分裂的时阵，有时阵甲这个阿哈王共款去争做亲情，有时阵甚至也去挖靠这个阿述，所以伫这列王的中间，也是伫历代志的中间，也看见这个王因去挖靠别位的国。我靠别位的神，伫上帝来看，就是淫乱，就是属灵的淫乱，就是亲像做基女共款。所以姊妹拢共款，的心拢偏向看会到遮个偶像，无偏专心伫上帝的身上。所以这第19章的哀歌的中间，也是讲起这两者西的这个悲惨的命运了。14节。阿荷里巴比伊的大姊搁较淫乱，伊看见伫白年也会插朱红色的巴比伦的人的像，因下腰大，头壳包的头巾随风飘扬，看起来亲像伫加勒底出世的巴比伦指挥官。阿荷里巴一个看见就乱无因，派使者去巴比伦见因，巴比伦人来就甲因困。甲因侮辱拍拉山，因受拍拉山了后，就甲因骚扰，伊公然赤身裸体显露伊的淫行，所以我甲伊骚扰，亲像较早伫伊的大姊骚扰共款。伊少年的时，伫埃及做妓女的日子，加添家己的淫行，伊未乱体格，亲像野鹿遐尼壮，真力亲像野马遐尼足的爱人。阿荷里巴，你较无你少年的时的淫行，你的少年的时伫埃及就做妓女，互人蒙你的脸，生你的身躯。则讲到即个小妹就是南国犹大，比即个北国搁较败坏，因为北国的即个后果甲结局已经清清楚楚展开伫历史上，互人看会到。但是竟然无受警戒，100几年了后，犹原是败坏，搁再败坏，真会当讲是讲袂听。所以拄则用拿色来形容阿述，伫即个尼尼微城，即个城门就是拿色，再用红色的朱红色大
大洪的，就是来形容这个巴比伦啊。但是因拢甲共款伫埃及出埃及时共款，就是来拜金牛，拜遮的巴力，拜遮的偶像，无爱真心来挖靠上帝。所以上帝就互因伫即个淫乱的中间，互因愈陷愈深咯。这集的翻译呢，较特别。伊的原文的意思是讲，因他们的生殖器像驴的生殖器，他们的遗体像马的尸体就是讲用驴用马来形容，因亲像这个野兽共款有力，但是拢是放纵情欲，最后因的尸体，嘛亲像马共款、驴共款倒落去，真做败坏腐败，袂当搁等到上帝互因的荣耀的中间。22节，所以阿荷利巴啊，我至高的上主安尼对你讲，我要激动你所愿的爱人来攻击你，我要带因来对四面攻击你，因为巴比伦人、加勒底人、比甲人、苏亚人、哥亚人，还有亚述人，甲因做伙来。因拢是漂泊的少年人，是骑马的领袖、军官甲战士。因要带大军，用军器、战车甲补给车来攻击你。因举大势的盾牌，穿战甲、戴头盔，对四面围攻你。因要替我甲你刑罚，照因的法律审判你。我要因为怨妒攻击你，互因发大受气对付你。因要挂你的鼻仔甲耳仔，害死你村的人民。因要掠你的后生查某囝，甲村落来的人烧死。因要拔你的衫，抢你贵重的珠宝。巴比伦人本来甲即个南国犹大是有疏远去，但是呢，即马上帝佫甲因叫转来，即个叫转来呢，就是要甲因来甲因毁灭，要甲因来抢。所以原因是因为这两个姊妹就是北国甲南国，因安怎来犯罪，安怎样将这个家己身躯就是信心徛起的电视摕来敬拜上帝所在，因将因上要紧敬拜上帝的这个部分身体身躯，竟然去拜其他的神明甲偶像，等于就是犯淫乱，甲别人乌白来的这种的意思。所以这张上帝用这个譬喻实在是非常的贴切，嘛非常的写实。因气杀上帝去对外族人、外国人，安尼来拜偶像，最后上帝就互因伫这个审判的中间。所以22节到26节，这是上帝头一摆的审判，就是通过巴比伦遮的盟友包括四周围的国家安尼联合起来攻打，甲因抢然后甲因审判，甚至佫讲着挂因的鼻仔甲耳仔这也是当时即个加勒底人因即个去就对付遮个战败的人所用的方式总是能够继续看27节。一直到35节，是上帝佫第二摆的审判。我要互你无佫犯对埃及就有的淫行，互你无佫思念埃及，无佫期待因的帮赞。至高的上主讲，我要甲你交伫万分所愿的人，因要用万分对待你，抢夺你落得来的财物，甲你脱光光，你淫乱的身躯甲行为，拢要露现互人看见。这是你的欲望甲淫行掠来的，你做列国的娼妓，拜因的偶像拍拉山家己，你行你恁大姊行过的路，所以我要摕伊啉过刑罚的杯，互你啉。伫遮讲到上帝要安怎来对待即个小妹，就是南国耶路撒冷，嘛是头前连续几啊章看见先知以西结，上帝爱伊所提出来的警告，不管是用意象、用行动，是用警告，通过遮个长老，上帝爱因在即个刑罚的日子愈来愈接近，愈来愈瓦近，上帝的确要来动手所以这个杯呢，本来是爱
欢喜快乐的杯，变做是上帝愤怒的杯，甚至这个杯呢，最后是互人酒醉，互人倒落去，互人败坏甲死亡痛苦的杯啊。32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你要啉你的大子的杯，这个杯深搁大，堆满刑罚。你要互人啼笑讥刺，你的大子撒玛利亚啉的杯是互人惊吓凄惨的酒杯。你要水茫茫，大忧苦，你要啉这个杯，啉到焦焦，你要摔破这个杯，搁挂上你的脸。这个事我已经讲过，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所以至悬的上主安尼讲，因为你袂记得我，将我挟伫脚脚，挟伫脚脚后，你要承受你的欲望甲淫行造成的后果。所以上帝伫遮讲到，即个耶路撒冷，因拢一切是家己自处败坏，所以即个杯上帝受气的杯，要拼伫因的心上，互因来拄着惊吓，拄着凄惨，拄着这个大忧苦，因为这因惹上帝的受气，上帝共款拼伫因的心上啊。36节，上主对我讲：恁主啊，你着审判阿赫拉甲阿赫利巴，你着指出因所做通厌恶的事，因犯奸淫甲杀人的罪，因拜偶像行奸淫，将因甲我生的囝儿烧互偶像做食物。毋若安尼，因共迄日拍拉散我的圣殿，干犯我的安息日。因杀因的囝儿献互偶像，共迄日搁进入我的圣殿，甲因亵渎，这就是因伫我的圣殿所做的代志。伫遮也上帝讲起着因的偶像因的即个拜偶像的行为，就甚至连家己的囝儿，上帝的遮个后裔，阿伯拉罕的后裔，拢归互遮个偶像，甚至来献婴献互遮个神明，来为着要求家己的平安，求家己的富足。安尼的行为，互上帝看了更加是生气，所以上帝要叫先知以西结来审问即对姊妹阿荷拉、阿荷利巴，讲指出因的罪，讲上帝无赖因，真正上帝一条一条拢甲因算清楚，甚至因安怎拍拉上上帝的圣殿，即个阿荷拉、阿荷利巴，就是即个。会幕就是长病的意思啊，但是这个长病敬拜上帝长病，竟然去充满这个偶像甲淫乱。40节，因阁派使者去前远的所在，请达波人来。达波人来，因两个姊妹就洗身躯、抹粉、画目睭目牌、挂珠宝，因坐伫水的面前，将敬拜我的香油下伫面前头边仔的桌仔顶。有规定对旷野内的人伫遐啉酒，嘻嘻哈哈。因将手环挂伫两个姊妹的手里，将花冠戴伫因的头壳顶，讲着即对姊妹啊，因放纵淫乱，直到衰老。现在人要来甲因行淫，因嘛甲人行淫。人一再来甲阿荷拉、阿荷利巴两个姊妹啊行淫，甲因当做妓女，因做妓女，甲逐个人困。上帝也指出即对姊妹啊，因安怎去甲外国人来签约，上帝要管教因，已经叫先知讲互因听，但是因竟然无听清楚，也无听入去，搁去讨救兵。结果是请鬼摕药单，愈来愈凄惨，直到上帝生气搁较大，所以真正是无头苍蝇，安尼黑白弄，也直到因家己，因用即个侦探，要来吸引外国，也是要来甲外国来谈即个条件，想讲安尼当较安全、较平安。结果后壁的灾祸甲灾难，是变愈搁较大。45节。讲真的人就判因犯淫乱甲杀人的罪，因为因行淫手捌杀人的血。至悬的上主安尼讲，我要调集一大军众来攻击因，互因惊吓，甲因掠去。军众要用石头甲因钉死，
用刀剑杀死因甲因的囝、查某囝，放火烧因的厝。我要互即个国家无搁惊因，通禁戒所有的富人人，毋通学因的淫行。人要照恁的淫行刑罚恁，恁要承担拜偶像的罪。安尼恁就知我是至权的上主。最后的结局就是因安怎得罪上帝，上帝一条一条甲因算，上帝也要通过外国人的手、外邦人的手，无敬拜上帝的遮个王的手，来处理遮敬拜上帝的子民亚伯拉罕的后裔啊，真正是互上帝艰苦心。因为安尼，四周的国家嘛会得到警戒，知影上帝子民若得失上帝，即个后果是真悲哀、真凄惨的。今日即章23章金句，我选48节。我要互即个国家无搁惊淫，通禁戒所有的富人人，毋通学因的淫行。当耶稣来到世间传福音，有人掠着一个惊淫乱的富人人，要交互耶稣来审判。总是耶稣用公义，也用慈爱怜悯、智慧甲疼心来救即个富人人的性命，叫伊平安的转去，总是毋通搁犯罪。但咱知影即个淫乱，就是将身躯献互偶像，将咱的心也交伫外邦的即个偶像的心上。愿上帝也帮助咱，通过主耶稣的保护也洗清咱，互咱会当离开遮一切淫乱。会当轻调主，无互其他的偶像来占掉咱的心智。今日这段圣经，互我学习的感受，就是人的情欲，互人袂记哩上帝。人讲乱思淫欲，人过了平安的日子，就过袂记哩上帝，需要祈祷上帝，我靠上帝。总是当咱浸伫上帝的神，甲浸伫上帝的话语的中间。安尼才当互咱袂搁喙焦，袂搁枵饿，永远的把握，就是互得到上帝伊的祝福，也帮助咱互咱无受到肉体的情欲感觉的情欲，甲今世的骄傲所引诱，互魔鬼来吞食。所以咱需要有上帝话，甲上帝神，行做咱每一工骹前的顶甲路上的根。今仔日咱通过加勒太书第6章第8节，会当来思想，人所要的若是为着满足家己的欲望，就会修行灭亡；人所要的若是为着要互信心欢喜，就会对信心受永远的活命。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等咱来顺探信心，用上帝神甲上帝的话，咱就当进入的永远的活命，直到永生。等咱来顺探情欲，进入的就是引诱气欲这个气恋甲气探。咱最后受的毋那是败坏，甚至阁是灭亡，永远的死。今仔日是9月29号，伫1915年也是这个110年前美国头一届对东岸到西岸用这个无线的电话会当两边互相来通话这电话对咱人类的历史来讲是一个真要紧的突破所以已经经过110年所以咱通过这个电话，互咱会当甲全世界大家拢会当安尼畅通总是这也代表上帝伊的话要来通行无阻1970年也是伫50几年前这个日本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签署中日联合声明也代表中日的断交总是50几年来，咱嘛看见日本甲台湾的关系在进步的中间咱也需要有上帝继续来引带甲祝福伫2000年的9月29号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来定做世界心脏日世界的心脏日也是提醒咱的卫福部嘛提醒咱爱定期来检查身体，就要维持好的健康的生活的习惯毋通去食薰
即个食酒啊，来伤害家己的身躯啊，也是别人的身躯，咱嘛爱来预防即个心血管的即个病，互咱会当来保护咱每一个人的心脏。今日的祈祷，咱要用即个约翰一书第2章，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疼世界，疼爸的心就无伫伊的内面。因为世界的事亲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拢毋是对上帝来的，是对世界来的。这个世界甲这个世界的情欲都要过去，总是尊叹上帝旨意的是永远伫定。咱做伙来祈祷。即个主上帝，愿感谢你，互阮通过今日即个以西结的譬喻用即对姊妹，因将家己的身躯来败坏，变做惹上帝受气，因的后果甲结局就是灭亡，变做臭名声。也求上帝互阮得到境界甲提醒，阮就爱伫阮的身躯来邀请欢迎信神，踮伫阮的身躯，有你的神甲你的话来更新阮的心思意念，来锻炼阮每一天的每一步，互阮当行伫上帝你所喜爱甲祝福的道路。阮安尼恳求甲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来吟信息224首，至关的主，关爱感谢。愿上主赐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施恩予你；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阿门。